出來，雖然前相關的消息，新竹縣竹北市長的選戰，這南北整合即馬可能困難啊。民眾黨參選人邱伸遠吶，伊伫黨中央召開記者會啊，伊宣布不管什麼雜音，伊絕對要參選到底。這等於啊是咧宣告，這個南北整合是已經失敗了。堅持參選到底。這句話也代表2026竹北市長的選舉，南北整合確定破局。民眾黨更加將原因指向國民黨。整個的協議，我想徐信委員本人都非常清楚。那黃國超主席多次向中國國民黨喊話，但是對於國民黨中央跟地方最終未能落實原先達成的整個共識，我們還是表達高度的遺憾，應當說到做到。講的破局，就是那樣新竹縣長參選前徐顯榮所帶頭的，強調雙方有共識。縣長挺國民黨，竹北市是予民眾黨出來選，甚至在徐顯榮初選結束後，雙方要見面。不過，甲徐顯榮同款攏是苗天地主的吳旭弟也堅持要選。我前天晚上，我有跟鄭麗文主席見面，也很明確的跟我說他沒有辦法處理在竹北市這邊的合作出現了非常大的變化。所以你說他有沒有承諾？這個當然。以我的了解是沒有啊，當然，可是這個部分我們沒有在現場嘛，所以這個我們不方便幫任何人做評論。這樣，在國民兩黨共識下，支持藍白共推人選是徐欣瑩信守的承諾，至今沒有一絲的動搖。徐欣瑩問心無愧，更會持續努力，鄉人顧大局，共同下架民進黨是一致的目標。國民黨暫時沒回應。是講國民黨甲民眾黨佇竹北這局超甲變面，也好已經宣布投入竹北市長選戰的前民眾黨員李正秀抓到搶黃國昌的機會。覺得他就是那一套玩不通啦。如果真的有約定，可能就是人家也認為說，現在他沒有啊。我想對於這種被開除的前黨員講的一些情緒性的發言，就沒什麼評論的必要。南北竹北合未成，邱伸遠如今唔愛面對南綠的對手，閣有過去共黨的黨員來搭卡，而且以後南北兩黨的合作也閣加一個心結。